家家有好食。马莎國家來主席。大家好，我係澤偉。大家好，我係燕燕。應該冇人聽過三胎同堂冇？三胎同堂有啊？嘅四胎同堂。四胎哦，四胎就還少哦。哦，嘅含七胎哦。七胎私生堂堂。有聽過？沒有被我騙到，竟然聽過倆小飛有五胎同堂。五胎同堂哦，嘅慳下手。係啊，成哦，唔講係咁講，要哦，我潛到五胎同堂嘅女哦。很厲害。當然啦，我也是職人，好吧，我是找人的職人。好，看什麼五胎同堂，把它找過來。好，搶到五胎同堂煮過來。好，佢係人哋鹹菜達人，歡迎劉玉健，歡迎阿健姐好，來，你好，有後生冇？俺後生咪嘅五胎同堂。五胎，我講咗五啲，按你按到五胎係嘛？也係菜嘅五胎。唔看，冇看嘅按獎，你講叫誰？24歲啲嘛？哦，18歲。哎呦，好來，阿健姐嘅既然同我講係鹹菜達人，就介紹下乜嘅愛到五胎同堂，來，邊下嚟同大家講，第胎係乜嘅？第胎係嘅芥菜啊，芥菜係。啊，呢客家話講咧泰菜，係泰菜係。泰菜，哦，你喺黑色嗬？因為也係咩幾時節，個太重嘅磨咧。國語叫做芥菜。哦，第胎，嘅第二胎係乜嘅？常常喺市場看到嗬，叫佢滷好嘅，滷一安布咧，個細蟲嘅滷一安布咧，要夾2條辣椒嘅。老師，我知道，這個叫做雪中紅，啊，唔係雪裡紅。哦，你有上時是偏濃嘅時節，它就切到碎碎，加肉末，還有辣椒嘅炒炒啊。有啲生嘢冇乜咁食，原本叫一隻鮮，比較衝一點。個後時間已經就當茶盤。佢第三胎係乜嘅？第三胎呢，因為呢個太重起來咧，呢都係做鹹菜。啊，鹹菜係細細時間哦，我婆月係咪燜個鹹菜哦？哦。也都太重嘅時間，你都浸好了，本件熱條下曬嚇，曬到黏啱嘅咧，你真擠上去。啊，因為我就也係數量較多，我都拿嚟泡鹽水，如何裝備花香？啊，摘石頭。摘石頭係頭把我就摘石頭，因為也量多嚇。啊，摘石頭我幾不要腐敗嘅情形，所以我也都用沙來摘。給密度它高，密度它高，裡面用石頭啊，它其實還會有空隙。對，嘿。哦，我比啊，這年客家鹹菜，我哋東小批到安尼鹹菜哦。第四胎乜嘅？第四胎呢，呢呢，如果差唔多有15年到20年呢，嘅黃咧，黃咧就，你拿來曬，拿來足夠放曬哈，曬是曬差唔多2日咧，叫做半晝。搬走誒以後呢，你拿擠到硬嘅地步。我阿婆也係按用擠咧，攪出來時間用嘛3種嘅喎，衣服衣架，也都用原先嘅啦，即種你擠到硬度啊，佢保存呢做得保2年到3年，你冇開。2年到3年哦。冇開啊。冇開。睇啲都差唔多2年啦。佢大概有病嘛？有打開來都係病，冇打開來都唔是病。你說第四胎人都乜嘅？泡菜。佢第五胎咧，咁呢咧都拿來曬下早地嘅呢，呢都捲一捲，拿來捲起來，都捲一捲啦哈，啊都拿來將擠到個硬嘅地度鹹定啲，佢都會香，佢每套會香出來，佢都要嘅鹹嘅香出來。耶穌，你講嘅梅乾嘛？係梅乾菜。唔過基本嘅嗬，帶到印度用，你用哪一胎嘅菜嚟做菜嚇？哪一胎？有做下有裝到是雪裡紅，因為佢嘅菜啊嗬，有各種嘅做法，各種嘅無窮樣嘅料理，嚇。因為泰菜時間，你像人哋芥菜上嘅太重嘅嗬，你傳統是咧個干貝。芥菜，你也都炒雪裡紅，有做得煮鹹菜湯拿來炒，爆菜包，還有做各種嘅料理都做得，牛肉麵啊做得，剁肉鹽。呀種嘅都拿來煮3層肉泡菜，雞老煮都泡菜湯。呀呢也做梅乾菜。
给来做梅干菜好不好？好啊。先做梅干扣肉，来看一下阿健记，我们的咸菜公主做的梅干扣肉。好，我先切嘛干，你喺安尼加安尼看那个梅干菜，先浸水。洗比枪圆，整个嘛？不是整个哦。你是梅干扣肉，买上多迄油切到油迄嘛？切下油对呗你一般来讲，像英语唔知咪，佢講你可能發霉啊，有咩事啊，一定要洗係嘛？唔係啦，因為佢有嘅羊排有沙，有嘅還有人家細個都吃到較香。較香啦，因為咧有啲人就講，是較健康嘅，沙一定要洗的嘛。不過咧，這是天然的東西，跟你要用安尼切油嘅。好。咁你跳上講要浸過水，咧浸水係浸冷水啦，係浸溫水。冷水都做得咧。冷水就做得。很像就雞排幫我掉隻雞排係成嗬，佢馬上送嚟嗬，佢表面又拍嘅係乜嘅東西嚇，佢拍嘅上過。佢係鹽爽。鹽爽。係鹽爽係，佢鹽爽佢因為佢會自然有一種嘅鹽爽，我有鹽爽拍嘅。所以佢唔係快踢。佢唔係快踢。因為我食到嘅都是成品在桌上，我冇食過嘅，我沒有處理過。係啊，你出那種泡好、泡平圓、洗比槍，就切到油油，切到油油，切油油，好，切到油油。咁我按今年做鹹菜，因為做了睇菜當做呢。係啊。佢特別我加落先啊，不卡有60人感染強下。哇！咁食品從品種個嗬。真係加60人。真嘅啦。咁用今年加？我加用有6、7隻手啊。哇塞！有6個7隻隻手啦。啊，就有5隻、4隻強下帶。係5房強下帶。好，你還切東西嘛？蒜頭。蒜頭哈，來，強用喺度嘅做得嘛？做得，條擺吼。輪煮，我媽媽都是輪煮，嗰陣加落時就嗬，都3點人都放去天煮，天啦媽媽天煮咧。哦，嘅兩套菜你一定懂熟悉嘅嗬，懂會做嘅嗬。呀，一條擺我去做什麼時陣，我媽媽我家媽媽都。你還很什麼呀？你看你眼睛會放電，你看哪一邊？你看哪？哦。黑到嘅媽眼睛會放電呢。哦，什麼時間媽媽教也係講。媽媽都有做安尼菜咧。所以呢個外家就係你講就當做呢個菜，喺家度呢個今年嘅老公都係些有做呢個菜，所以熱生意就係鹹菜。冇啦，可以冇嘢。我條擺落蒸落時陣冇啦，要上班啦，掉因為那邊是4年嘅太咧嗬，要收費啊，掉嗬，蒸做啦，因為老店太自家。好，你一切好嘅好冇？梅乾切好咧，先冰肉係嘛？來開火已。開火，我要嘛？呀，當然我要喎。你冇嗌過愛博嘅冇？天風啊！沒有，因為我好先弄個蒜頭，表皮條，火冇強大嗬。阿健子記你係乜嘅？番薯葉。我冇看過番薯葉係乜個種啊？呀，茄葉嘅。茄葉種哦，因為你看到番薯葉，係太皮嗱嗬，佢長出嚟番薯有炒有啊，同番薯嘅。真嘅咯。同番薯嘅葉嘅都係呢啊。跟我來談哦，你啊一定要等下擺盤用，知道嗎？因為啊，我覺得那個可能肉吃多了，要吃點青菜。唔係做得你個。好，第二沙包，第二沙。哎呀，我燙過，開火。好，依娜，幫我開火。好。咁你肉就切隻唔是個滷個，唔是用熱嘛，該點嘛該？切隻切好就來煎係嗎？係。你是講煸過嘅油會出來啦？係啦。係。要煸過嘅油會出來。係。古早講加油冇不用動嘅，特別啲節目特別都講嘛，你睇太假是健康，我們叫做用食材來借油。哦，譬如講你冇不用按到油，給你有皮背度不然就有油誒，煮有一條，我們就用食材來借油，其實本來就有油嘅。給愛條油嘛，
爱哈，来拢准备好哈。好。好，差不多按呢煎到2面擦係嘛？是白底位油出來底位，你都做得用透油煙。好，來用透油啦哈。差不多半碗。有沒有水？水，一些的水啊。水啦哈。剛好就停了哈。好的，好的。好。好，做得咧。你透油是必做色的。係，上色啦哈，冇講肉拍嘅款樣冇按好色。好，揸嚟啦。你也係向下必炒。向下一炒哈，除咗呢梅乾加切好嘅，切幼幼嘅梅乾。向下一炒嘅哈，你喺度炒下加乜雞毛？等下加一些的水分。加啲水哈，依嚟加啲水。咪底下你梅乾烤肉一定要滷要炕嘅哈，差唔多要結叫喺炒好了。差唔多要半點鐘。半點鐘哦。好，跟住下加啲水嘅，跟住吸收一點肉汁湯汁，好，辣嘛？再一點點。好。你睇加乜嘅？嚟看到糖。糖做得，做得哈，好啦。因為姜記嘅糖鹹啲嘅，姜鹹。你冇用嘅味精啊？係用糖嚟代替味精，哈。本根肉咧，因為啲你梅乾菜可能有啲鹹，哈，雖然細個，用啲糖中和之外，也把那個肉味提起來，然後把糖代替味精，哈。我個炒一下。加一點點給它。加啲水哈，加啲水出鹹起來變鹹。半點鐘，給半點鐘的時間出來烚啲啊，好冇？做得。來依來烚啲啊，鹹水啦嘛。啦。水啦哈。來，按用啥？按用下向下來做。落嚟，不用阿姨，好。來，可以來。好，依弄係鹹過嘢哈。好。鹹過嘢定幾久？定半點鐘。哦，半點鐘以後來食梅乾烤肉，冇這塊哦。哇，好嘞，來，你看一下做得冇？做得都好堅鐵的哈。做得嘞。好來，堅鐵。哎呦，家下哦，你烚好嘅番薯葉嘅話，有薑哦。有。做得，我問做得係做得天數冇？做得啦，要是不用我講出來。做得。擺盤。很香哦。炒大蟹啊，按做得嘛？攤開來，一般薯仔又係自家種嘅嗬。係。我去拜看到條番薯葉呢，也係我唔記得咧。按做得嘛？做得。好做得哈。我來拿，你用筷來整理一下。按辣嘛？做得。來搶贏下，做得嘛？肉是啥是做唔辣啦？係啦，就一樣。按你做得哈？係。哇，這梅乾好香哦！好，來，沙來嚟夾，沙來你肉。我講63十幾個，以我對你的了解，是你一個人就不夠。當然咯，按好食。客家菜當厲害哦，所以講你有陣時你冇買食東西，你可能食100、200，說唔會癮咯。如果梅乾烤肉一直吃都不膩。對啊，因為已經很入味的話，就很下飯。係，因為家嘅肉嗬，燜過以後會3天嗬正常嘅嘛，因為濃嘛，好食。按做得嘛？做得啦。好啦，很強啊！聽人講，我好食辣嘅，出咗係用辣椒嘅嗬。你切兩滴辣椒來。哦，唔怕，按你咩動醬，你還20張來用。我們現在辣椒跟它放一點。唔怕，按你咩做得，好冇？來，因為啊，應付我們才上色的。好來，這個我們的鹹菜公主阿娟姐準備2套菜，按到乜嘢？梅乾烤肉，向下來食。
菜，係冇？一隻係又酸，一隻係又鹹，我今日又裝過嘅湯好誒。這麼貼心。我喜歡沙酸的，都係不用它倒嘛。你肚肚好，做唔得聽到我鹹鹹。哇！做得，很香哦。我當期在個等下食起個米線用咪，同下倒對呀，同下倒對呀。哎呦，搶人頭！哇！點肉嘅啦，哦，掛包，我愛梅乾菜，我愛梅乾菜。哇，我們整個攝影棚都是梅乾的香味。那我剛剛懂辛苦呢哈，自己說自己很辛苦啦。哦，你看這些一聽懂有感覺，我想這個非常大氣大口吃。好，大口吃。大口吃嗎？開始。哇，哎，不能出來用舌哈。哎呀，怎麼樣？你要更大口，這是什麼？冇啦，一定要食到底部，因為我肉它太甜，試一下哦。有冇？好吃嗎？當好食，因為啊，我講這個面皮哈，掛包的面皮哈，佢有食到嘅肉，不管係肉嘅面，也係講誒梅乾的面，呢個地擺度就汁，呢個地擺度有冇？食起來當好食，因為這個麵啊包的那個肉有那個鹹啊，感覺那個豬在跳舞。他狗糧。你去搞我吃了。大口豪氣的吃我們的鹹菜公主來表演食梅乾扣肉掛包，預備開始。哎呦，這個做有懂冇？朋友？好吃啦，好吃哦。認當講啦，認當講，其實梅乾菜凍到它剛應來煮。不過呢，我們的5代達人，就是梅乾菜啊這些達人煮出來的味道，就是有他自己的風味。係啊，你看客家人吼，吃飽有時候烤，吼又吃得巧，要吃得飽。吃飽了飯飯，客家人一天愛食湯，買點菜。做得煮湯冇？做得啦。做乜湯？鹹菜撈泡菜，佢愛煮嘅雙福。雙福。雙福肚片湯。雙福肚片湯。雙福煮肚湯係嘛？雙福就係雙泡菜泡嘛，就是福取那個意思嘛。有2代的鹹菜。涼菜，嘅係乜嘅？泡菜。你係泡菜，係鹹菜，係冇？2種嘅鹹有2種嘅酸啊鹹有嘛冇同樣？一隻係又酸，一隻係又鹹。哦，甘味，佢係要酸味。哦，後來因為呢啲客家種食咧吼，又有豬肚又有肉，唔使生切乜嘅？先切鹹菜好。先切鹹菜好。來，你差唔多今日煮嘅係3-5小家庭食嘅料，係冇？鹹菜拿出來要先洗，係冇？要洗過。要切差唔多像呢啲攞嚟食咧，鹹菜頭一口，你做得什麼？做得啦。你講你係酸，來試看啦。那種甜點的酸哈，吃起來會讓你的口腔的口水就是一直流出來嘛。然後是一包裡面有一種甘味，甘的味，好香哦，真的好香。給你煮了如果煮了湯吼，做嘛冇用嚟醃嘅喏？做得啦，因為醃嘅下到底是叫佢泡泡泡泡，我下唔係啲唔係好看，搶唔好看嚟方便。好，你啊鹹菜切開，切乜嘅？泡菜。泡菜咁樣嗬，加你講到嘅泡菜要先洗過嘛？洗過係。如果講我幾天要洗幾多遍嘛？冇啦，因為凍槍啊，啲人工硬嘅啲都拿出來。你有沒有做過這一類的菜？其實
我觉得还蛮简单煮的哎。真紧哈。因为应该说这个材料就是很简单。对啊，那它的这个经过腌制啊，其实煮汤用去冻好时，然后韩国哦，不管是热天时还是冷天时，冷天时的先来不用该用吗？就很温热身体，和热天时的些其实吃起来很清爽。真嘅。我印象下陈面讲以前阿婆会用的豆螺面加嘛个你知道绞肉中永盐，哇，好好吃哦！那个肉吃起来就不会觉得说哇全部生油懂腻，然后有这干味哦，真嘅当好。好，中央哦切它油哦，冇冲的含太平哈。因为也早的哈，它早的位给我干那个。好，3号来切嘛个。竹肚出现了，然后竹肚它难切哈。竹肚有蛮切，有嘛个特别的方法嘛？佢愛通過，整個處理過哈，整個濕過。譬如講喺啲是薑絲炒太長，太長哦，它麻煩。以前啊，工地做薑絲炒太長嘅時間，要用沙士，還有嘛個蘇打粉，也係講麵粉，食了係冇？要，你用鹽就做得。就鹽就做得了。哦。哇，感觉好像来那个摊子的黑白切。听讲要爱是竹肚。其實我是賣過了係竹肚嘅時節啦，吼，該聽講可能係什麼嘢，後生什麼嘢來賣。佢記住講，你賣兩嘢，唔會煮麼？我講會啊，佢記住教我用辦事。所以其實今年我們這個傳統市場就是有傳統市場的年輕米。娟姐，佢你煮到哈冇紅薑米呢，你都成湯過啊？而且有冇要看難落啊？係啊，湯過啊，叫咩要撞過嘅湯好啊？這麼貼心，要日時間都係叫啊。哦，嚟看你啊那邊冇薑樣好冇？啊，你看出冇薑樣咧，你起碼哦，一隻有啲，一隻看苗，係很軟很落。哦，要切都會食咧吼。呀，切都會食。哦，你怎麼這麼貼心啊？哦。你糖結椒用該切好該做。切好啊，糖結椒。切好哈，你也講有人講很難洗嘅，就拿來洗腸來切好來弄甜木嘅。哦，用甜木啦。它唔是中火，唔講木嘅手踢。跟你標嘛，標鹽呀，標蒜頭來起米絲嘛。唔是，你就水去烚就做得。用水烚就好咧。覺得很棒哦，就剛剛切好差不多。那你個水滾咯。哦，水滾一下還切肉，係嘛？你3層肉。有煮肚嘅種嘛，有3層。因為你煮肚啊，有湯過嘅，冇按到油，嚇，佢可能會黑仔的你都留記得嘅3層肉係做油。哦，很濃嘅油，菜油是豆油。菜數唔可以講啊，全部係食哦。肉喺凍凍嘛？肉唔是，肉一食咧都做得咧。點綴，這個畫龍點睛的效果很厲害。所以這個豬油味不是這種用煎的才會有香味。兩肉嘅太細，切得太細就像安尼豬肚安尼哈，有一點斜切。好，切好拿乜嘅？你鹹菜剩下去。好，那開始煮嘅嚇，水滾咧，水滾嘅哈，用水滾嘛，鹹菜剩下去。鹹菜你剩下去。好，拿乜嘅？他真的是很傳統客家人，他都不用就自己來。鹹菜，我喜歡沙筍的，所以不用他倒嘛。你肚肚好，做唔得長度我減。乜乜嘅？減，是長度啊壓下去。哦，買啲咧。要適量，不是說要多。這就是幾片子啊？哎呀，他多的喂，好是筍啊！煮菜有人生的道理，好嗎？過猶不及都不行。好，3號來呢？你泡菜薑啊海，泡菜薑啊海，這就是我們最主要的雙福。超。福氣，還有什麼？祝福。哇，這個名字很棒。真的哈。泡菜量其實同鹹菜咩差唔多，2比1。係，差唔多。差唔多2比1，因為要蒜要係減味。
标嘛该猪肚，猪肚。佢係唔係純菜鹹菜、老泡菜愛時間呐？將做啲弄嘅蒜米啦、乾米煮到水底邊度。係。好嚟10分鐘，轉來哦，轉來再過來標豬肉，冇隻牌啊！哇，做得，你自己要講一下哦。人家講吼10分鐘過後誒，差唔多泡菜、酸菜、米絲、鹹菜米絲煮出來嘅，老豬肚有啲落落嘅吼，標豬肉，豬肉係用嘅油氣煮落去吼，煮幾久？煮2-3分鐘做得咧。2-3分鐘，炒人家肉切到泡泡嘅吼，2-3分鐘。幾熟嘅就做得。娟姐係乜嘢哦？像我以前啊，吼，我食過一趟有冰條薑絲，做得冇？做得啦，如果有冰，如果冇冰，佢有冰嘅米絲會差咁多喎。嗰是有薑嘛米絲出來啦。出來你聽聽啊，佢有啲人薑色薑嘛，就冇冰。佢都冇冰。試看下做得冇？看米絲做得冇？做得完出來，差唔多係吃食咯吼。那最好是个猪肚啊，其实它有那个一点点肉味，然后又有 QQ 的滑感。因為有啲人冇嘛食內臟嘛，吼，不過來客家中食那個雙福或酸菜肚片湯，一定要食豬肚。真的。當然啦，講人是有啲人冇嘛敢食豬肚誒，標豬肉出好嘅，知嘛？做得嚟係啊，做得嚟。哇，你自己吃了就好啊，來，要起來好咧，火一關嘛。好，管理啊。好了。因为安利他刚应该的鹹菜啊，都很厲害，都會想很多料理的方式。不過最簡單嘅料理方式就係煮湯。不過我當場第一擺食到用泡菜還有鹹菜向下煮嘅2種。係啊，2種。我當其他嘅第一食起個米絲我咪同下倒掉呀，同下倒掉呀。哎呦，搶人好。很香哦，做得哈，好，來炒下髒條嘅哈，向下來食，幫你介紹哦，準備好嘛？準備好嘛？係攏調嚟好啦，來介紹你啊，拖出嚟攞乜嘅？雙福肚片湯，向下來食。再放电，再一次转过来，预备开始。哦，天哪，好快速哦！鹹菜切切的，鹹菜切切的，等下炒鹹菜。我覺得老師在考我。你係老闆講。哦，壓面球加鹹菜落去。哇，昂炒好香哦，很刺激味蕾耶！你嘅菜包那邊邊哈。哎，這是折尾排，給了看。很香哦。驚！厲害呢，爆解吼，晶瑩剔透。接下來試啦，捱夫唔差咯。豬肚吼，加碗滾咗按叫30分鐘，其實冇幾久啦。唔過所以其實要酸菜酸，還有乜嘅？泡菜香，還有乾，好好吃哦。還有湯。你底下一甜吼，吃到了，我跟你講，你絕對止渴，而且會覺得我好像要再來一碗白飯，又要白飯。韓國你係我本來話到吼，你係鹹菜啊，煮下去，首先落食起來就軟軟，結果佢一斜很就凍就口感。韓國你係豬肚，就像我頭先講嘅。我喜歡的口感，就係佢又食到溜溜豬肉細嘅感覺，你講係凍 Q 彈，然後很滑順。
还有呢個糖愛要起來，要做好之前，最重要要做一個豬肉。基本嘅糖吼，跟米絲、醋、鐵酸啊、柑又加一層，就是有一種肉味，然後再頂住你的這喉韻，有沒有？然後覺得那個豬肚也不會，你唔會講，當中當仔，所以啦，糖真嘅當好身呢，很強哦，鹹菜公主。不過這個我覺得還不夠。還不夠，佢做係第5胎、第4胎嘛，跟住介紹馬上來做前3胎。我們來請我們這個料理達人劉雪玲，雪玲姐。哪裡？大家好。你好，有沒有雪？對不對？真白雪公主，冰雪聰明，還有雪裡紅。好，謝謝。你做乜嘢啊？我做豬籠飯。豬籠飯出嚟菜包咩？係。豬籠飯點解？我印象中嘅豬籠飯係包菜頭啊，菜頭絲啊。係啊。跟住你包乜嘢？鹹菜啊。鹹菜。當上來試看啦，佢夾嚟做誒呢豬籠飯，鹹菜豬籠飯。對。看一下。看哦。來做鹹菜包豬籠飯嘛。老師來了，你的笑容也真的很棒，兩個人笑容都好。你也在放電，再一次你轉過來，預備開始。哦，天啊！來，好，來做菜。唔識識個鹹菜包，我成做乜嘅？啲鹹菜洗好嘅，我先嚟切鹹菜。好。哇，好快速哦！鹹菜切的，鹹菜切的，等下炒鹹菜。你知道切菜有節奏嗎？感覺就是 Let it go, Let it go。永滿這個節奏跟這個歌曲不搭。你有試過娟姐鹹菜？也都用嘅鹹菜炒嘅啊！哎呦，這件當好勝啲嘛！我哋係切好嘅蘿蔔乾。切好嘅蘿蔔乾咯。其實你係葱頭，係煸好嘅葱，咁你煸葱頭要當幾嘅時間，咁你先煸好一啲嚟，你係豬油。豬油哈，一定要用豬油咩？對，豬油煸豬肉較香啊。香啊哈。係。豬油要自家煸嘅咩？係自家煸嘅。係咪有？還葱頭。我弄。係，那我切裂。弄切裂哈。好。我叫隻。用這個葱花沒切，而且水嘛，好切嘞，切啦哈，慢慢，來弄切下，嘿，讓我切，好，我們表現一下哈。每次可以跟大廚合作，我就覺得懂歡喜了。豬肉先煸落嚟煸，豬油滾誒。你豬肉係絞肉，係絞肉，哦絞肉哈，夾心肉。用夾心都冇按皮。嘿。好，小林老師係弄切好了蒜頭咧。好。蒜頭。做得嘛？做得。做得。唔會。好，咁樣哈，肉把肉香先炒出來。係。用豬油哈，而且。油味哈，我覺得老師在考我。好，一樣的，你從而且油本人的刀工應該也是不錯的吧？切油肉嘅肉米先炒出來係嘛？肉先炒香來啊。哦，炒香來，加蒜頭咩？蒜頭嗰陣下不用沖嘅落去。好。啲肉係炒到變到樣板，熟了。哦，變熟咗得咧。你係蘿蔔乾。因為啊，個料咪嗬，係呢較熟地位啦嗬。係熟。哦，一面就加鹹菜落去咧。阿娟姐鹹菜哦。好。老師，我葱你切好咯。一下就唔用，一下就唔用，你會黃下黃。好。老師，你做料理幾多年？算唔出來了，可能有30年了。好，你不用下啲嘅香油哈，紅葱頭去炸。對，那點好食啦。多謝。來，好，啱唔啱？那個對。好，餅糖係嘛？對。來。有乜點餅糖咯？餅糖其中有一啲啲，因為鹹菜係絲鹹嘅，鹹菜較鹹，
所以讲不要啲扁红去压加咸菜嘅咸。也代替了那个味精。对。哦。用扁糖咩以後嗬？希望冇扁糖，即係不用插砂糖嘛。做得啦，不要必啲做，冇必要。必啲啦，唔可以搶到面試。那讲你咸菜捞辣椒没动走在夹的多哈，就是那个咸菜的咸，然后辣椒的香。相信 Annie 是该偏冻的时节，因为偏冻就会加掉该咸菜炒辣椒的就冻好吃。韩国是牛肉面的时节，也是有用我们客家人的智慧哦。哎呦，我大白都吃了讲，老师啊，煮料就吹煮啊哈，又会煮饭，真係崩飯了。好，剛才切那個蔥誒，係，跌落去了，跌落去了哈，我用一啲啲調油，我調油，爽一下色，係，爽一下色。哇，昂草超香哦，很刺激味蕾耶。哎，其實唔是不用買個鹽啊，嘅調嘅哈，因為鹹菜有鹹嘅。係，鹹菜有鹹哦。啊。哎，其實啊，老師按你炒好，譬如講我下都係煮麵啊，你做這邊啊？煮米粉啊，用湯嘅冇點炒米粉啊，湯米粉，哎，不用下鹽。鹹菜米粉同好食咯。跟下擺嚟煮嘛。做得啦。你做過按道料理吼，鹹菜白粥吼，加你娟姐妹講，北部嘅鹹菜、南部嘅鹹菜冇嘛共樣，你自家啲名勁飲地位都按煮出來鹹菜面絲，真件係冇共樣。真件冇共樣，南部嘅鹹菜較鹹，冇香。你菜天嘅鹹菜啊，嗬，係用你手工滷嘅啊，冇共樣。像阿娟姐。青老師啦，用手工呢，用嚟做無共樣，嗱機器滷嘅無共樣。哦，你炒好了，炒好了，應該冇法度水爆咩？係冇法度水爆。因為不用了涼。係不用涼。不用涼，這樣嚟爆。你呢？你玲姐，你咪真件當有心，又很貼心的。你家要先炒一份。好，不用涼嘅，係嘛？係，錯。來，今日啲喺帶翻掉哟。好。好。來，愛包嘅係嘛？係，我哋要做。特別最重要係嘛？個包飯嘅。對，包豬肉飯。糯米。糯米。然後鳳梨米。係。糯米，我常常係只用對半。對半。係，對半糯米。算數叫韓腳哦，你做下慢點啊，學唔來。咩做唔得條條？唔可以本意學。唔可以拖晒啊！哦，你混合了。混合了，再去泡浸4點鐘。浸4點鐘。對，泡4個小時。一般小家庭咩做得做啦？做得，你屋卡係用磨板機清好。而且甲磨嘅較好啦。跟唔溫你係乜雞？豬油哦。我溫豬油哦。係。我講我溫豬油。溫豬油做乜鹽葉嘅？我用嘅葉係以前冇嘅菜包子啊。係。你下我係用油嘅葉，但有油嘅葉嘅香哦。哦，嘅老師，因為你下愛前油嘅葉，我帶杜絲嘅磨呢，用個啥？哦，用個啥做買嘅菜包子啊？哦，菜包哦，一般那個白色。對，白色嘅菜包子。菜包子，你吃漢堡嘅嘛？我講想吃漢堡，做得冇？做得啦。好，我要寫書哦。有寫書嘛？我要寫書。我講冇寫書哦。跟我帶書拿俾我。我想要包一集做得冇？做得。好啦，因為啊，我吃到啊包菜包冇咁簡單，我自家好食。來。我要食啲菜包唔係安尼，唔係包鹹菜嘅啦。哦，跟住你就講我講我包暗菜。啊，生腦鹽係啊，腦鹽。你的手好巧，而且你手好嫩哦，跟這個一樣。真的嗎？對呀。按多年的書呢？就說的是公主啊。哦。長得像鴛鴦。對，像鴛鴦安尼。鴛鴦。種菜種解釋的哦。好。是菜刀，菜刀，枇杷，飲食均衡，枇杷。雪玲姐的菜包，雪玲姐的菜包，对，也是菜包哈，小小的很迷你，对，超好难講啊，你辦菜包動台渣，要收口。天天的書，旁邊天天的書，對，天天的書咧上面數字 Kim 開的。哦。
拿破可能很小了。不会的，小，很棒了。真的吗？你然后，哎，我觉得，包这个真是一门功夫呢。你做得吗？做得，就粘落去，嘿，粘落去。哦，冇，我包起来了。对，这样子就轻轻的把上面捏一捏。哎，你推边嘛该？就竹笼板啊。竹笼板的形，系啊。腹肌慢慢，做得冇？做得。来。你嘅菜包呢扁扁哈。哎，这是折尾排，好冇？来吃到爱滴的，因为啊，小云老师懂厉害，懂有心，因为啊吼，佢香港2年啊，而且菜包啊，贴太的，有上是食唔太冇嘛落，错冇？哎，你先整。爱整的嘛？系哦。老师整差不多几久？10分钟。10分钟哦，因为按细细摘来后10分钟，佢等10分钟以后转来食猪肉板。10分钟够嘞，去啊，夹落看，很僵哦。夹起来，真嘅很僵。哎，真嘅差不多10分钟，因为细细摘来嘛，皮又泡。哇，好嫩哦，感觉很像婴儿的皮肤。韩国师傅，我们今天动力回呢，您爆改哈，晶莹剔透，都看得到里面好漂亮的颜色。那皮都以为要的米西，安用就不用皮豆嘞。来，要装盘吗？要哦，比较好看啊。你要盖起来，因为我怕别人会把那个拿走。你帮我盖起来，以免被人家拿走。哇！其實我知道吼，做菜真件係一項藝術的創作，吼。這是剛剛演炒的爆的料嘛，哇，迄講地杯爆的唔拉花，嘿，做得夾白色，畫龍點睛一下。我第一擺看到暗迷你的豬籠板，又爆鹹菜，係真件當期待係乜雞米絲哦。好嘛，好嘅吼，釣魚來龍聽下講，你按到乜嘅？你按到客家人嘅鹹菜豬籠板。謝謝老師。樣嘅皮，切嘅鹹菜，韓國東鄉嘅豬肉，特別咧，呢啲係鹹菜啊，又係代表呢啲客家嘅文化，又係一種客家文化嘅傳承。這是位豬籠板，小林老師還是很懂厲害呢，因為他講到是豬籠板，差不多會這個的3倍吧。這個一口，我覺得非常的國際化，我覺得國宴可以選這個。但是，啲皮真係咁甜呢，然後都會綿綿，唔會。老師阿姨帶下啲。因為亞麻米絲襯到這個麵皮帶下，這個然後是淡薄有酸酸甘甘的鹹菜，那第一般是凍的那種什麼味，而且不會膩，我覺得好好吃哦。然後那個外面啊，個皮啊黏黏，底部切切，係樣樣嘅皮，切切嘅鹹菜，韓國東鄉嘅豬肉，特別呢個肉啊，又係肉嘅東鄉，你有想過用鹹菜？你食咗個鹹菜嘅豬籠包嗎？食啦，食咗過。係啊。哦，你係娟姐鹹菜本年嘅想法係冇？對啊。娟姐鹹菜真係好食。料理對你嚟講係乜嘅？興趣。
兴趣来讲，正经人做下来，正经经营，正经可以当还有啥呢？我做下来有30年嘞。过年呢，30年的功力都冇强用啊！家在旁边还有感受到那很强大的一股气场。你相处下来，煮出下来，你刚刚讲一句话懂下来，所以讲你是酸菜的女儿哈。但鹹菜對你嚟講當重要。我細我婆公我媽媽都要做定來，要搞定來。老祖宗留下來樹葉，你要傳到來。我都講，你唔可以失傳，要按好嘅面試，要按好嘅菜，你做得好，那傳下去。鹹菜對大家來講，可能就它就是酸菜啊，它就是台菜而已。其實不只是而已哦，佢傳下來，你看娟姐就講，可能係爸爸媽媽、阿公阿婆傳下來精神，這種精神係乜嘢？我們一步一腳印，不管幾多胎都要傳下去。就像你啊鹹菜跟小林老師帶出來，你看我給你出懂經驗，因為我試過做辦冇安尼，我就說啊，原來客家菜是有容乃大。買菜。這樣講起來，你哋係鹹菜啊，又係代表你客家嘅文化，又係一種客家文化嘅傳承。冇啊，我們客家美食怎麼會這麼的紅，這麼多人喜歡吃？文化的傳承一種代表。各位鄉親朋友，你是同學時節，不管你喺客家村，你喺任何嘅地方，你有想到你細食到嘅美食，你細成長嘅地方冇？嗰種地方帶俾你嘅可能係細嘅感動，你也可能唔記得，夾啲美食地方都潛進來哦。平常時間記得收看家家有好食，歡迎國家來主持。走嚟了，你叫老師，這個叫啊，唔是黑啦。今日當朋友來上一集節目，佢本來呢是到講安排一個主持來做呀好嘅料理。個今日哦，你留你鹹菜呢來介紹俾大家，還有做很多嘅料理俾大家。啊，主持人呢有對人眼前就看到是同朋友一樣啊，所以講今日節目呢非常歡迎講來上一個節目。